伊的手，听伊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航电，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于同乡，俩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阮的风给伊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伊脚下本人祝福，将过牵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熟了，哎，有准备啊！来，站好，站一站。哦，诚意不够了，季虫。对啊。还有一关。还有啊。你啊，结婚啊只有一次，所以你要让我们知道你有多么爱佳音姐。哎呀，而太常供出来，供出来，还能供出来？会啦，对啊，应该啦。来，佳音，爱恩。太小声了，听不到了。不是班的呀，过太长，跪吧啊！佳音，爱恩。糖豆啦！太上掉啊！太长，太上了！加油！佳音，爱恩你！听到了！真的耶！好了，现在是放过你们。好，里面请。哇哦，佳音今年哦，真金动奖呢！是我就这样。哎呀，佳音，人有这东西。变做有用哦，我今日很多天。放心啦。妹，我们就改了。有千万的。我其实差不多了，准备抽出发了哈。几时到了呀？先处理了。妹，我。你掉了。是的。好吃，哎，一号车。今天新郎新娘太喜好日子，也老妈妈拜遍，感谢妈妈养育之恩。一鞠躬，再鞠躬。
对新人讲的好话。爷俩煞以后哦，要互相包容，互相体谅，对吗？亲像伊个就我阿妹啊。阿妹，妹好好照顾自家，假使要较太忙的话，记得来台子讲哦。阿妹，唔是说话，喺两副脚带两拳，你要成天哦带家人做来啊。唔呀哈，唔係笑只妹，係多只拉啊。东哥，家人就万事拜托哈。爱弟。 真正拖動啊！假使是天水遐跌得嘞。哎，你懂奇怪呢，又没虫嘅东西。看一下啦。哎，你跟形容安尼啊，真无良心，那平常对伊要同好呢。你没虫啊，奇怪。哦，天水遐啦，真见都奇怪呢。好，来出题哦，算有良心。给。首选食堂。 哦，数线食堂，新的点没有？你来看啊。看嘛该啊！也迄可能来你冲绳你个，迄你个对数诶。哎，你看你讲法哈，无等于讲过，有精神上有进步啊。韩国人迄漏点呢，迄种点的唔是强啦。哎呦，讲完久了哦，就你也去发最终研发啦。最终研发哦，我记得眼影，麻烦姜金一包啦，实啦。哎，个谁来研？咪啲啊，唔过当冲呢。冇一冲啊，看。咪跟冇一冲哦。很劲高。哎，我做电话。拜托啊，掉落你的姜金我团thân đi mà。真要真老人咪讲。点酒的状况太最近好，难怪我很受有时过的事。 今日你宣传摊贩嘛？哇，快点！也好，相信当多人注意去看到的啊，啊，小心开幕建议吼，一定会问条甲风讲啦。首选食堂开幕酬宾，2人同行，8折优惠哦！哇，这不错哎。 苏米啊，
那看嘛看到安英俊啊。阿 Q， 你看，2人同行8折优惠，我们一起去吃康康，好不好？唔好啦。哦，中马改啊，看起来很不错啊。马该很不错嘞。啊，咱讲啊，亚 Q 爱啊，无可能背叛美满楼啦，该哦，会背叛加持呀。哎呦，哪有那么严重啊？只是去吃看看，新鲜好玩而已呀。加持又不会在意。马该不会在意。啊，咱讲啊，穷人做唔得。阿 Q， 你真的很戏弄劲呢，去吃1次也不行哦。你放心啊，你看这个什么首选食堂啊，它绝对不是美满楼的对手啦。所以啊，你看他才会用这种打折的方式来招揽客人上门呐，你咧伫安用呀？其他这种按你咧招式啊，来招揽客人呐。该你啊，要上当呀，莫罚个冤枉钱好吗？我就知道，阿 Q 哦，心里面就只有加油大姐。可惜啦，再怎么牺牲也没有用，就是得不到加油大姐的心。最近啊，啊，我讲啊，现在啊，这猪头啦。哎呦，不去就不去嘛，干嘛那边猪头？那到时候去的人不就都是猪头了吗？冇错啦，现在全部都是猪头啦，听到无？哎呦，真希望加油大姐看到这一幕，看我阿 Q 多么的 man 呐！小春，你强吹超痛路诶，一点仔就无车用会生哦。哦，好啦，我下摆一定要改进啦。开幕建议一定有问题解决满意。对啊，你迄糖也迄吹瓜，飞下去。你糖案都连下尾楼都迄出糖诶。你出副瓜真远诶，顺丰诶豆饼就会批了，按样看起来较上颜色啦。哦，好啦，我要较注意到的。你康药色看也是好看，问题迄面都根本就冇一批嘛。康药青葱叶，我觉得康药面还有火嘅态势。哦，好啦，下摆我一定要较注意到的啦。小陈，唔系到御花园待过诶，我相信但像迄按样嘅菜条，你就会开装诶。假使唔系上万大一发，你要用来米满了比咯。其实我吃到米满了，根本就无安厉害啊。但像迄名上太听听啊，其实做出来的菜还没差不多。咁系？我讲的全部都正经的啊。米满了的太妹，头摆咱个迄同事啊，我说过伊煮的菜，没看过伊料理的方法。伊煮豆松作蛋的菜，一系列特色都无啊。就像迄一般不卡没煮的菜共样啊。阿妹嘅米汤，就迄米满了嘅特色。小陈，我问，你做伊个厨师，你出的菜，迄本人通满意，也系你自家做了欢喜。当然，本人通满意啊。假使迄同样的问题来问米满了，唔得要得到样的答案吼。当然哦，爱自家欢喜最重要啊。迄个自家无欢喜，安尼要做到一艰苦呢吼。错啦，自家欢喜较重要哈。不过你做出来的菜你那个质量无满意啊，安尼全堂不是亏阿姨的，关门了。安尼就是人下爱满意最重要。
哦，以后要变人哈，万一最重要了。人家跟运动奇怪呢，全部坚持一下哦。啊，你这坚持就冇。人哈啊，万一啊是创业冇错，不过一家要欢喜没创业啊，错冇？我知道两方面全部会顾到，做唔成一种啊。师傅，人会想要强用了。哎，唔要讲，这就是头一张啊！哎，唔好是变很乖啊！特别很做嘛，唔好按糖发，错冇？我讲抢这个头一张，唔做蛮皮行啊。以后吼，做做坚持一下个想法，错冇？对哦，阿玲哥，你有冇好点来问的事情哦？哦，主吼，了后迄特别好教哦，去线上问的啦，跟我咧整理资料家下，用帮我去上到啊。韩国哦，我去普惠当中写的啦，平衡为重，缺一不可。你看，师傅，了后背后是我主题的2种那个好图题耶。我看哦，你哦，迄丰盈谄媚，缺一不可啊。因为多安哦，就都个拍马屁。好搞个线上有问问那种无营养的问题啊，有嘛个意义？哎，有咩无意义啊？人老讲啦，人家讨论唔係講人做出嚟菜本人學生，錯冇？唔講咧，人做出家一個無一隻歡喜嘅心哦，做出來嘅菜哦，一定真難食。故說吼，一隻好嘅師傅對做出嘅熱情、堅持，韓國吼一定要本人學識了好食嘅決心。聊打对台嘅，唔用我伫人家一段面慢就打对台咯，啊？上就伫咧啊，强用迄客家传统，又可以按拳，困就伫咧咩？师傅啊，我知道一摆哦，假使是讲咧当冲咧。不过吼，原本在国土上啊，你看，掠下开客家传统嘅人啊，伊上咧客家菜就上咧你面慢咧，表示你菜好食啦，错冇？太家好，怎么让你当做去听人啊？不过假使是啊，你啊吼，你都唔是食啊，因为米饭料呢有师傅还有爱菜，嘿嘿，冇问题。有啊没菜，米饭料嘅实力哦，我当然放心啊。问题哦就係你啦，有你哦都會扯後腿，就會追太嘅問題。好嘞啦，哦，遐20幾個草啊，你講到都攏死嘅哦，這無人用嘅，哪款啊？數學是同樣。不過我知道吼，客家菜這類這多年吼，按照先，你真好啊。他家做大餅啊，跟我媽嗰個疏通下，談什麼？來，同學哦，安子生。哎呦，咩？等下，阿妹，伊那份無所謂地杯表買嘅東西啊，咩不得不切東西是嘞，身體會有問題冇啊？嘛該不得不切哈，你唔頂人這麼亂講法，我當去中藥店係人夾嘅呢，你咩愛心口，我要偷佢係冇？阿妹，你唔係嘅事，我說地杯表買。我插去啦，插你。你嘛哈？喂，你要做乜噶？開天山揾嘢啊！做唔得，討唔同財天山呐，而家人都用架山咯啊！生人咯，嘛該都唔抵啊！流汗咯。阿妹，沒事啦，去家樓就好啦。阿妹，我按樣唔好看啊，假如唔係生人嘅。嘛該唔好看啊！對我嚟講，就全部係生人嘅啦。我相信佢嘛該唔錯嚇。奇怪呢嚇，有冇套心球變到神經啊？我煮飯呢，冇人講啊。阿妹，我等下你去聽書。唔是啦，實實啉咗嘅啦，我而家已經做好嚟啦，嚇。大姨啊，唔好在意啊，阿妹就會按樣，有媽講嘛該。那啲啦，阿妹從細就照顧我，那啲阿妹係隻好人啦。你家房看起來一難受咯。係真人都難受。一條廠房哦，還有天鋪啊，全部都已經好嘅。哦，啊地都幾件咧？哦，地都幾件哦，查一次咧，聽講有牛喺面來數面啊。
哎，唔遐夹到啦，冇付唔差。哦好，冇问题啊。还有吼，迄度结果问题有拉无吼？前后咧几排的全部就油下，会较好看啦。哦。光有几片啦。哦好，冇问题啊。听过以后，我做迄面来做。嗯。一边一边，我搞一边。也吼，迄传统迄个美女，你看做点无？按样看下去，应该差唔多诶。小陈，你报嘅本辛苦了。莫安尼讲啦，应该啦。嗯。哦，啊，继续等下现到诶，无开冇经验咯，迄有物甲查错诶法就唔好啊。哦，一点吼，唔做唔放心啦，我一定要等较现到诶啦。今日跟银行哦，伊去平松，这一刀呢？冇要紧。快点，家姐，世上掉一下有你下。歹势啦，咩啊？刚才经过去新开的传堂哦，我看伊条生意当好呢，讲买开幕打折啦，大家都意思咧，那都市场拄到个买中药的头家，佮两公婆讲伊是什么个5星级的料理啊，路边摊的价格啊。啊，你有冇去试看哪喏？我哋嗰邊有冇很雅士呀？冇啦，剛剛我送雅士哦，經過嗰間新開嘅傳堂哦，我想講哦，嗰度咱就講一下啦。什麼你嘅關心啦？啊，幾條係幾條啊？老米滿了有冇關係呀？好啦，我希望係了。那是吧？冇事啦，家爺哦，本來就按樣個性，最啱啱啊，冇表示阮度哈。萬兒冇關係啦，我哋家爺就按樣嘅啦。我想講，佢冇媽愛哦，係咱唔關哦。你啊，就唔好講後堂嘅法啦，所以家爺還冇人講哈。冇關係啦，我相信哦，有樣嘢咯，叫我點愛好啦，我要加入。你按上就親好哈。啊。你有啥匆忙了？过来坐啊，坐点啦。你咪認為佢咪生意冇好，人哋嚟食啊？剛剛對人哋點未滿了冇信心。唔係啦，阿媽姐。阿同講，不用遐強鬆啲嘅。阿同人講，人啊全部窮樣啦，喺新開一間店啊，極點要上去20塊嚟講好什麼？只要係未滿了嘅菜，佢做得好食，我相信人啊當家就會出來。阿係講首選食堂做嘅菜咩好食喏？佢就表示人哋大餅啊，係未滿了菜，更加愛調味愛改變啊。
其实我知道有竞争，安样要请好一只方法来做，他这个将会努力进步达标。阿曼是，你的想法真乐观呢，我上来的哦，很想通。个小人的同中人全部没穷样，好冇？每一件嘢遇到哪个困难，全部会克服。所以，还要达标啊！唔是笑啊，我笑啊。不吵。张天你听听吼，生理转好啦。啊，莫欢喜到跳走，相看啊，根本一张个天热嘞。你有发案的宣传费，又派2、3人来就大摆出来发通，他干嘛一天上我来试试看哪里啊？往后啊，张个设立咧开始。平安设立吼，一定唔会输分其他传统的啊。有心是会真好啦，不过千万莫叫我点都要失败。哦，我知啦。哦，错啦，拿了的清单拿来，我对看啊。哈，头家，一定要压对的嘛。娘诶，有嘛问题嘿？唔免啦，我是想讲吼，近比天人开店天，跟人口又按多，又按无限，故所有都要忝的。在加上之前准备开幕的事情，最近有都要忝的啊。好啦，那也注意拿。我投资很多钱开船堂，就为到赚钱。我希望我所有员工做人来穷下大病。假使吃到做了份细动忝的话，我还做对人来讲，我要做得家家去请你。唔会啦，唔会啦，头家，我吼唔会忝啦。体力上吼，我一天无问题啦。唔使讲有事的吼，我忝的张面免无问题啦。用的纯生米，金币用太多啊？哦，金币大部分的人客只有点下加草药，不是用太多啊。嘿你啊，俺叫冇看到。对啊，叫无看到。唔覺得你啊？喊錯得啦。我應該哦，愛前時間再去御花園看睇下一下張車。來無佇御花園做。啊？你老條路辭退了啊？娘啦，你唔係走到以後呀？唔佇遐附近的水機有開一間手剪食堂。阿弟啊？我一定給他做主廚。真緊哦！安尼講起來，我恭喜你啊！總算哦做主廚嘞咩？平安水條吼，做應該做主廚的啦。計是超過吼，唔曉得用人啦。你就說唔得怪我吼，離開御花園，難怪發展啦。錯啦，有閒吼，過去手剪食堂，還請人吃飯啊。好啊，有閒哦，我要過去啦。若是希望吼，真面做會過來看一下啦。也做這個觀念吼，那頭擺已經無共用的啦。唔着米慢的叫米，無聽作不差。不過唔着迄裝潢、菜單、服務，還迄來頭擺共用啊，總有可能讓女生人人共用吧。若是阮建議你啦，你是莫想太多。唔會啦，什麼人講咁多呢？嘅，我先做了，有閒吼過去先來，我一定請吃飯。好啊。好，拜拜。好啊，拜拜。錯啦，家俊，你禮拜有冇去度蜜月啊？那老東姑講唔是啦，攞幾錢哦，存下來啦。好，錢存下來哦。想唔到你家俊兩下真是係賢妻良母呢。真唔咩咧，那老幾講吼，攞幾錢存下來，安尼存下以後咧，那做得100年，係一半年1年。好想法嗬。歡迎你來啊！阿姐，來。喂哦，
今晚有买很多，去过那森林面膜买。唔要紧啦，阿舅平常买惯了咩？基本哦，一冇注意哦，就还会买很多啊。娘诶，佮新开的数钱系统，我印象中也都不卡顺利嘿哦。加减。那阿舅吼，都查吼，要家家堂拢人摕讲几家餐堂，不过佮着讲几家餐堂的料理吼，迄模样着弥漫了好食，不过佮着迄装潢吼，确实比遐着弥漫了较好，所以请人客的时候都记得请吼，较有面子呢。不过，我感觉吼，也是表面听听啦。一间餐堂最主要的吼，系了东西的食材，还有每套会做好长错啊。迄安尼讲无唔错啦，不过吼，那以前迄都公关公司做的啊，所以咧，那伫去宣传啊，还有个表面功夫是重要的。以下吼，伫咧实的人吼，无几多走啦，做表面的人吼较多呢。我应该哦，要让阿梅谈一下嘞。弥漫了，真叫我一改嘞。这是我们餐厅所招待的甜点哦，请慢用。哇，好可爱哦！谢谢。不客气。哇，这么可爱，我怎么舍得吃啊？妈妈吃边边好了。比起来还是阿珍姐做的好吃哎，菜也是美满楼的比较有味道。不过这里的服务生态度好，整间餐厅的气氛不错，舒服又宽敞。还有这个免费招待的点心，难怪哦，生意这么好。我一定要跟嘎子建议。哎，不对不对，如果让他知道我来首选食堂吃饭，哦，他一定会很生气耶。哎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啦？哇，对呀哈，佢哋还蛮喜困哦，很暗多嘅人哈。欢迎光临，你是谁啊？啊，就已经6点人咧，唔对，还蛮喜困哦。哦，你喺延伸翻時間喺每天啦，仲愛服務下啱來嘅宴客啊！嚟，你都坐，呢3件哈。嘿。嚟，喺邊坐？啊。坐一下，我請服務生來。啊，好。歡迎光臨哈，一係我哋點菜單哦，嚇，請看哈。阿爺，真見來啊！當然啦，你到廿邊哦，我跳來捧場咩？你既然一樣嗬，呢邊好嘅做低一齊信下嘅。真嘅啊！哎呦，排泄啦！喂啦！安尼哦，我今日跳起身，你做個招牌菜。冇問題啊，既然等下啊嗬，啲菜睇得出來。啊，我看一下啦。啊好，等下。怪，叫大姐怎么会来这里啊？看起来跟这里的主厨还蛮熟的哎。哎，大家。小陳，什麼哦？含親朋友來點咩捧場啊？哦，嘅哦，喺面晚嚟去太妹啊，最後人講頭擺人叫我做這個咧啊。哦，嘅有冇這裡嚟食飯哦？還有3人呢？人講哦，人點開門嘢話。面晚了食啲啊，真件賺動到啊！佢哋起假嘢啊，頭擺要離開面晚了，都要人做些啊，無定做，佢也要啲大人點離開出現。
你系东坡肉啊？什么啊？哇，看起来真面东好是个样的呢。这是看哪里啊？我喺呢件传堂嘅头家，我到李冠仪。啊，李小姐你好，我喺去加油。哎，叫我坐啦。哦，谢谢。我同小陈讲，弥漫流去有冇卡呀？係啊。哇，咁用按有名嘅老店嘅头家来呢邊食飯，我一定要好好搶指教一下哦。哎呦，不敢啦。不過我剛好有看你嘅菜單啊，我知道你哋菜色動貼片呢。韓國以前唔係就單槍賣傳統嘅客家菜，聽聽啫嘛。其實我爸爸係客家人，媽媽係上海人。古時候你傳統賣嘅菜就像我用嘅，係啲愛腦殼。愛腦殼，會寫兒啊！不過我知道你哋嘅菜啊，真嘅都有特色。其實上海菜同客家菜有個共同點，就係鹹鹹黏味。不過上海菜其下注重嘅係濃油赤醬、蔥糖醃食。你看，古時候咧，呢個上海菜比客家菜就有賣香啊。你看啲啊，東坡肉、老娘不開風肉，有乜個正常冇？講起來，喜蔥啊！還有啊，我哋嗰邊啊，還有賣嘅蔥油雞。我用嘅醬料啊，嗬，咪係用呢客家嘅雞醬。按過雞肉嘅做法，我就用上海菜嘅做法來做。按用雞肉啊，嗬，就會較嫩，咪較順口。我知道你哋傳統啊，唔單止菜色動貼片，還有一個中風啊，還有父母啊，喺本年後哦，吃到來亞威發一個錢哦，都有價值。什麼啊？其實我有一個想法，我想要請讓我嘅傳統做太廚。還是你剛剛講？我想啊，假使係做一定願意讓我傳統做太廚嘅話，我傳統嘅生意一定會比你還要好。李小姐，你講笑了吧？我講嘅係正經嘅，我咁多年代表開傳統，當然要打探過嘅。彌漫了20年嘅老招牌，都沒有你提起夢魘唔啲嘅。你今年又慢慢年紀也大嘅，做下事一天全部搞不穩嗬。不過彌漫了嘅味道，還能保持原來嘅水準，到你啊代表就最看得出來，唔正經有得到人媽媽嘅心意哦。嘉大姐，我們走。你，我告訴你，嘉大姐哦是不可能背叛美滿樓的啦，你最好趁早死心啊！休想打什麼鬼主意！哎呀，你都可以亂講買啊！許小姐，你真靠你看哪咧？本來一個機會，我本去改一個機會。快走，快走了！水迷啊，你都。水迷呀，你都去做埋哈？按你離開懂我禮貌呢？那你又在這裡幹嘛？幹嘛跟店員那麼熟啊？你該不會想要背叛美滿樓吧？背叛美滿樓？嗯。哼，你太會想了吧？可是我剛明明聽到那個老闆說要你去他們餐廳當什麼主廚的啊？啊，你有談到我會答應你哦？沒有啊。哎，不對不對，那是因為我把你拉出來，你還來不及答應。我哦，唔會老你講了啦，我專去煮飯，唔會老你講。你不能走啦！要講清楚才可以走啊，要不然我要怎麼跟嘎子還有瓦克交代？你哦，唔會亂講話，唔就冇事嘞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我們交換條件，我啊不會跟別人說我在這裡遇到你，那你也要答應我，不可以跟嘎子還有瓦克說我來首選食堂吃飯。我又唔驚聽你爹爹講，我來亞威食飯嚟啊！啊，太記，你不要這樣啦，拜託啦！哎呀，好啦好啦，我冇去講好冇？好，可以。我做得行了沒？哦，
乌卡示范啦。哦，示范哦，好，我去哦。拜拜。慢用啊哈！哎，你给草有吃惯吗？以后是啦，伢草也以后是了，不过以后是啦，去书县的食堂长以后是了。伢子吼，我去给倒来做主厨，唔对冇？佢听吼冇讲。伢迄无通佮讲啦，不过应该唔遐尼啦。你就先慢用哈，草以后就来哈。那免出出的喏，跟以后要不要合作？那你做对了。做对。做得好。啊，抚养牙抽哈，牙抽。来抽，我啊，上来抽。太子啊，下晝休課嘅時間，又要翻去人講。最后，佢嘅時間要快留結局。阿珍姐啊，你哋太子奶冇啊？難啲誒。假使我前日太子哦，佢家長出去啲人跳慢嘅。叫講佢可以奶冇啊？冇啊。咁我係出去行行天啊，我看秋坤啊，佢就喺翻個身體唔好嘅事情呢。佢為咗兩件事情，我看哦，佢係心虛，畏罪潛逃。哪個意思啊？嘎子，哎，大家都在啊！阿珍姐、小莲，哎，我們去看電影。冇啦，我冇心情去看了。啊？怎麼了？你心情不好哦？哎，然後你講哦。哎，我們出去說，快，改啊！唔是伊假惺惺的，以後你蠻了，還會抠愛誒，愛哦會一肩扛起，這樣唔會窮某人哦，只會臨陣脫逃，行業偷笑第一名。你都講咩啊？那你有就談唔識的，你講較清楚點啊？唔是騙人的啦，全部跟人就敵，只有你蠻了跟人唔敵啊。嘎子啊，你我對伢子講法冇禮貌啊。媽媽啦，咪蠻了全部認啲買先啦，啊？阿妹，太子哦，又要離開咪蠻了了呀。以後喺迄老安尼講沖繩一個首選食堂。我又唔是等佢講咯。假次啊，我問你，你係談乜嘢亂講嘅呀？前幾日下晝調嘅時間，你哪樣哈？我去首選食堂啊。係啊，我講，迄個做乜干哈？我去看片人哦，迄樣係做生意嘅呀。你是看哪幾條做嘅菜樣嘅呀？啊，你又買唔錯嘅喏。迄個吼，唔介意示範聽聽，用我改片嘅調羹用啊，還有主廚，就來招待你哈。很搶伊去改片做事。阿家子講咁正經啊？係正經嘅啦，不過完全就冇搶哦，佢講嘅樣嘅哦。我以下啲啲啦。那個叫做人言可畏。你可能來做怎麼樣講法？你看到呀？啊？就係安尼啊。假使，那你嘅事你滿意冇啊？好啦，太子，莫個講嘅啦，我咩通隨咪講嘅啦，我
妹弟哦，太子迄一定唔会背叛米满了嘅，好。安尼做得去图书的嘛？哎，你哦米满了，会靠你一肩扛起呢。哦，我要学到。阿妹，咁唔同人家指挥是你，多晒来就重要。哎呦，太子啊，歹势啦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嘛，哎，唔会安尼啦。真嘅？好啦，我哦就原谅你啦。你哦，迄个夜班嘅考试哦，考坏脱了哦，哼，我就会捞你更高多哦，你会惊死哦。是两位太医，小女子告退。走，你都输了嘛干嘛？嘉呀，你比艺术先生头，他最跟我说啊。讲正经嘅啦，我喺知道讲哦，佢哋嘅状况还有父母哦，讲起上系意料嘅。不过我知道凊好嘅地方就係讲，佢哋做嘅客家菜哦，係用創新嘅想法去做嘅。你下嘅反應哦，正經以後呢？客家菜用改變創新哦。青山流水何處去？重逢難依舊不移，千里眺望故鄉河，悠然的樣，初戀為愛你，長夜撫琴也漸起。青山下畔爬高花，你的笑聲忽然又撫萍，玉髮將要飛向天，往事隱隱在中間。山歌一曲難唱多。